是你对我爱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大学都是靠这个在打马子的哦。拔几个？好啦，那我们欢迎署命。哎，新郎新娘，今天是谁结婚？好的，这是屋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我很喜欢的歌手们合作这样。哎，你确定你喜欢我吗？我爱你。使命是我家附近啊，可是因为他很忙，我们比较少见面。屁啦，我家地那么大，我是要忙着去种田的。然后他连续2天去我家，就是跟我练团，然后看他的小喇叭，然后我妈都一直误会说他是小号手这样子，然后我都跟我妈说他是属命这样子，然后我妈就以为他是外国人，说一起攻史密斯哦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你很有梗哎。然后我妈不是这样的啦，我是中法混血。中法混血，中国旁边的台湾跟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混血，中法混血。啊，金刀不好意思，很冷啊，对不起，他比较有梗的。我喝一杯，请促进部落产业。对，有卖衣服的、卖酒的、卖鸡排的，还有我们的 CD。好，那我们来听听看署命的小号。我这个不好哦，请用宽容的心。对，要很宽容哦，因为连我妈都说，也小喇叭是看有进步啊。我就跟她说，妈，她是2次金曲奖得主哈。然后昨天我妈看电视很兴奋哦，因为电视上看到她，我说，王健，史密斯哥嘞，很稀啊。然后说，妈，她很常上电视啊，不要惊讶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带来我跟署命的这首，送给自己。有人结婚吗？对不起。他以为在吹新手名。乌啦哈，来了哈。如何？署命来这头不吹是不是？不是很帅，还跳舞哎，西兰。我像绕口了。随便猜一给他鼓励啦，这个很难吹，真的。来哦。不会认输生活的压力，理想就快要执行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逃避。你说实现理想没那么容易，你说冲吧，反正现在还年轻，再这样下去，吃饱变成最后的期许。还有什么是能觉得不可思议？就让我们一起飞吧，这漫长的旅行，努力认真的活着，为了一点点快乐。就让我们用力燃烧对生命的热情，笑的时候哇哈哈，
哭的时候稀里哗啦，让这发尾的过程多一点点的感觉。你猜，今天我有没有屈服？你猜，明天我会不会忍不住软弱的个性，偏偏又要做决定？擦干眼泪，吸口气，继续前进。就让我们一起飞吧，这漫长的旅行，努力认真的活着，为了一点点快乐。就让我们用力燃烧对生命的热情，笑的时候哇哈哈，哭的时候稀里哗啦，让这发尾的过程多一点点的感觉。想要手宿命。好啦，谢谢署命，我们感情又比较好了。好，这很开心，真的很好玩。他就住我家附近，然后走路来我家练团这样子，早上10点哦。然后我妈就真的对他很有兴趣，因为他一开始不是吹这样的啊，超酷的。然后这次我还有